来，吃茶，来，吃茶，来，你们另外泡茶。好，谢幕。哎，阿燕过来，饮茶，吃茶。感谢。来，这杯茶来哈。哎呦，李总把今晚有冇来哈？李总伯哦，佢開會啦，我硬吼，佢冇可能要落來啦。開飛哦，佢開乜嘅飛啊？係咩係客家莊？有乜嘅衝太嘅建議咯？哎呦，俺哋客家莊哦，最快建議嘅事情就係唔干春產，還有慢賣事情啦。阿憲哥啊，你係講你在長久冇講過話潮睇係冇啦？冇事情時你體強啦。哎呦，韓國哦，我除了恁錯貴酒變，一基本都冇講，你做埋廣東話了咯？我都話，恁嘅事情就今年到客家莊最熱門嘅話題啊。係麼？敢會比你不潮嘅話題還好熱門？有乜嘢啊？紙包貨唔係啦，因為屌，印到客家莊啊，係冇秘密的哦。春產啊，你這麼優秀哦哈，專門打他們的假女士啊！我就冇按單身去打探你不超見小事啦，係你醫生老愛講嘅啦。3萬派地圖，竟然小了騙人的給你隱私，我故意！你莫通啊，都是講人好不咯？既係我高中嘅同學啦，啲我認識嘅，還其實係唔愛騙你吼，早都去開刀治療，就咪牙瘡夢到啦。我幾時會按咯？韓哥啊，我硬吼，迄個田志賢嘅建議啦，他用個片吼字好，唔當錯。哎呦，難怪貴族面都唔敢錯哦。阿賢姑啊，你阿拜好個春產歌是天數青島哦。再我講啊，佢吃的吼，燒嘅不能做雜啊，冇咁啲面嘅。喺同事說啦，斷鐵一般比團緊來啦，冇呢種東西不要叫嘅，有冇上例子啊？你考慮看到咯，係講吼，你係割吼。咁呢件事係因時沙之間嘅秘密，係講你唔係割吼，咁呢件事是變到因啲貴客家族嘅大消息了。好啦，呢度冇一半一件事情變做貴客家莊是包圍，哪嚟講小口味？我給你講。那個事情按回去按鬧嘢啦。你講真啦，冇啦，都係阿賢姑佢幫吃。咩啦？阿賢姑生一粒籽啦。哎呦，生一粒籽也冇乜個飛唔出嚟啊！做埋下按照樸素很好啊。係啦，個生意質字吼係冇乜個飛唔出，不過掂要質字梗是飛唔出了。掂籽也冇乜個呀。老人家都講啊，啲慢妹啊，掂隻幾啊百隻無言事呢，希望看得。不過吼，阿賢姑佢唔係無言事哦，佢按照夾在自己冇強讓啦。對啦，阿賢姑哦，喺有下多花豆嘅啦，姑嫂接嘅牙豆嘅施肥，籽掂得好啊，掂得籽啊，啲掂得施肥啦，哎呦，真有樸素。感謝按出的紅包啊！唔知感謝啊！韓國吼，設家要秘密同佢狂人吼，梗係意見苦啊！亦講真要講啊，佢講吼係講要秘密幫佢知道哦，佢冇講叫佢死呢。咩啊？意思咧講吼，睇下吼，特別連生，最後唔可以有秘密。你講真啊？聽講嘅。李總擺開飛哦，你開乜飛呢？你啦，咁過年嘅咩？我就都研究啊，嗬，陽春安飛嘅節目表演啦，開好啦。以後李總喺我哋聽書發揚農民啦。係啊，哦，唔到啲啊，歌聽嘢咧咧。係啊，時期咯，正如過到寒假個。係啊，幾年過去啊啦，6、7年落呀啦，係啊，一農民啦嗬，一晒一半，大家都要啊哈，你要先開下。我先冇。哎呦，我就看吼，我要小馬吼，古典人的韻事樣版啊。哦，哎呦，韻事茫茫的呢。嗰條人間線個破橋了，哎呦，明年哦，就可能要結婚咯。唔過咩做？你講字講嘅，
3万地位啦。3万你某一天游泳，人讲啊，单头上会上死啊！你要看漫画恨也唔恨啊！你这人发动多呢？阿贤姑，我看人家点子哦，加到点起啦。村长哥啊，小话嘅啊，小鸡啦，啊，我人个上小的嘛嘅啦。爱小沙啦。哦，小量哦，我就看一下你高铁人嘅运势。哎呦，嘿，投资哦，特别注意哦，防破财。哎呦，个当然嘛样下，你要看看是好啦，莫轻信。你让我做得安样讲咯？今年投资嘅股票唔係赚你不少錢嘿。姑嫂啊，高鐵人投資哦，真要特別注意呢。哎呦，講到咧投資股票吼，不管佢係鼠年、虎年又係豬年吼，年年攏會注意啦。韓國咧農民落人個時係吼，冇天確實為準啦。真嘅冇準嘿。阿賢姑啊，按小乜嘅啊？我小猴啊，小猴嘿哦，我就看一下小猴嘅吼，可以準冇哈？哎呦！有輸出，小馬雞啦，乜嘢講冇準啊？因為啦，個等個時候嘛，梗係是講啲準啊。我下個阿賢姑，我有夜講自在啦，真係很準哦。準，那有關係準啊？那有些工資仔咧，男聲音咧，我一個字。阿賢姑啊，你講乜雞啊？你幾日起點做嘛喏？今日落頂你去坐啊！冇人愛起下坐幾年咧。哎呦，你講真啊，阿賢姑吼係要愛割松飲啦。拜託你咧，阿賢姑，你目前上都按好按獎，好點點的放你媽個割松名你想去做明星哦？係啦，我是想去做武打明星啊！慢慢，幾時來啊？慢慢啊，阿年佢年先先，冇幫人年期，你破片未？讓我讓下。阿賢姑啊，哎呦，去鬼豬邊呢？咩？錯啦，咩啦？錯啦，哎呦，你讓我讓，錯幾年咧？錯啦，錯啦。慢開啊！哎呦，那邊唔爽快啊！我帶你陪醫生看好冇？哎呀，唔是啦，我來騙冇有意。冇有可以哦，慢慢啊，掉條龍珠啦。哦，我去算命啦，滿分意。滿分人哦。結果咧？係啊。算命先同我講啊，我小富的啦吼，今年個婚姻哈，婚姻要當房啦，結婚會想哦。你好疏離，他不係年先先咧。問題係我小富的人吼，是唔得該同小霞的啦，還有小孩會恐嚇，那講結婚吼，聽說會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哦，就你嚴重哦。慢慢，我拜託好冇？除咗有2種上手，還有10種都在線呢。你講這啊？呀個唔要唔啲人啊，用啊慢慢去街轉場過，就小晒啊！阿賢姑啊，你講個生意都咁點點啦，生意愛點你嘅事我群產哥，我笑吼，其實咯，你是對小媽嚟看咯，我小富誒同小媽呀，請單對哦。原來我小沙是小沙，做嘛有小媽咯？是的啦，我記得你就係年代強誒哈。該用辦哦。可能吼，你應該係高配年獎強啊，高配年強都會小媽，結果呢，人妹吼提早同強出來。唔使變小事。家當來，我咩係中年仲有喺強下來，我是只主是小沙。全殘哥。哎呦，慢慢啊，一算命嘅人講嘅話，還有一農民落大好寫嘅嗬，請做定攞嚟參考，唔好全部信。哦，咁咩人講誒？就前兩個聽我講嘅啊。全殘哥唔講嘅啊，唔買信哈，你還沒買信，兩個呢是在強下牽手同啲明星拿鋪牌。阿英哥啊，群仔一號，你去摘刺誒。
妹妹啊，俺妹看到专门都上色无看样上层的公婆啊，也还没看样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过一生人，那种讲法不？唔可以相信啊！阿贤姑啊，老咱喏，有你的计划，我都有信心，还有力量。阿贤姑啊，是冇唔記得咯，客家種係冇秘密的哦。哎，相同的啦，就算唔敢你講這講嘢嘅事情，那姐沒有跟你講這講啦，你講這一啲哦，都等於鬼客家中都啲嘅啦。我不拿走的，你來鬧嘅，我你用的啦。好的啦，講到尾啊變來，好啦，我有事情，我都先去調工，先來啊哈。農民那個，記得一實帶本咗你哦，你咁咁用心呢？我都要抗價就嚴格。你個孫行啊，孫行啊。慢妹啊，你喺農民那字會寫嘅吼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哦。迄無吼，也冇風險哦，是他太嘅啦。T 3卡出事，咱們精彩哦！精彩啊！哎呀，有人出面同人講話，同人見面呢。那個要全殘溝通係強下哈，卡太嘅風險我們唔驚。哎呦，慢妹，其實唔做唔是冇任何嘅風險嘅啊。啊，你想講啊？唔知我前面嘅將春殘歌強了燒馬嘅，係做好嘅咩？爸你公司冇唔巧啦，不過問題係那樣錢咯。那樣情況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冇啊，看到幾條馬路呢，又冇看到小馬嘅。你再不考你啦！近在眼前，快打！當真哦，係一物克一物啊！贤姑啊，你咪上過票呢，就是啊，送出事情了喲。哎呦，會出嘛嘅事情，就算會出事情咩，好事喜事，都是這原諒嘅，還感謝我嘅媒人公呢。講到未啊？你頭講，你條歌。你聽我，你有辦法沒懂？哎呦啦，你不經搶係不啦？哎呦，你啊，不如搶啊，還較慘啦！對農主啊，你聽講，係唔通跟講？哎呦，你啊講起啊，發條床啦！你啊像一啲跟一公子哦，打我開始講起來啦！馬記啊，你嚟講，你講這間打到安尼哦？太好唔係啦！啊，佢前面講啊，一公子啊，佢講佢生意上說講燒豬係咩？佢就燒佢講豬頭豬腦當槍豬啦，佢就打佢啦，佢就做一堆啦，你知嘛？這話哈，一公子佢有乜對係多咯？姑嫂啊，佢就冇對啦。你知冇？佢冇對嘅，三分叫佢對落嚟啦！真是冇正，你也不講我吧？哎呦係不啦？係啦，佢叫佢讓佢對係多咯，我做佢叫佢行下腳啦。走，叫佢咩冇對落嚟，跟住啊就繼續行啊，行，我就我講啊。叫佢喺咩乜好點就亮出來啊！就硬肥頭，硬肥頭一個硬開啦，差唔多腳啊掉到屎哦，掉屎我就一聽，哎呀，怎麼都死啦！秋天，你條歌跟住佢捏條嘅爽嘅樣撞到呀！哎呦，捏條啊！佢做咩啊？我都死啊！我就講啊，咋個掉到屎啊？我就見看，他砰！上啊！抽到天盾，就俾他們優勝嚟啦！哎呦，實在留念不離哦！你條歌啊，快些妹啊，唔係燒嘛嘅喏。藝燒攞出嚟啦！燒攞住，啊就係高興年，希日本命年。犯太歲呢？可能個生意地位唔強快去按太歲個有樣啊！犯太歲哦！要按太歲哦！跟住慢啲，我出嚟啦！你冇講
你莫过来！哎，你这有嘛？你这架鱼头，这架鱼啊，按水马上敢喷你去哦！你大哥，也是李总吧？本来农民来啦，你农民做乜嘅？我本看运势用的啦。运势，你看咁乜唱嗌？唔会啦，拄好那本出教师，哦，今日教师院出嚟啦。哎呦，做啊，超良心啊！来，那陈叔出来，喂，哦，啊，哦。